是你們的船長，我叫雪人 Snowman。有幾樣事情需要大家留意嘅。首先，第一要坐好。唔好意思，咁多位玩出我添。咱們迷路了，我都未嚟過呢度。而家見到啲乜嘢？現在看到什麼？那是蜘蛛，黐線嘅蜘蛛，黐住啲樹枝，吐緊絲就係呢啲啦。聽唔聽明我講咩？聽唔明緊要證明大家冇心理防護。好了，眼鏡蛇，千祈不用，千萬不要動，坐好，不要動，不要動，坐好。好了，沒事了。沒事啊，自己嚇自己。那些眼鏡蛇看不見我們的，他們沒。不是。你再敢說一遍試試。說啊，敢說敢當。掌聲鼓勵一下他，你答對啦！非洲大草原最多的是草啊！湖南的。还有人在吗？掌声鼓励一下你。